如果你被診斷出有卵巢癌之後，可能會發生啲咩事呢？接住落嚟我要講嘅係，萬一你被診斷出患有卵巢癌，可能會發生嘅事。首先，如果檢查得出你可能患有卵巢癌，你應該會被轉介俾一個婦科腫瘤專科醫生。佢會係一位資深嘅婦科醫生，有接受過額外嘅訓練，專門治療患有或者可能患有癌症嘅病人。第一次醫院覆診。當你第一次嚟到醫院嘅時候，會有臨床醫生解釋俾你聽，佢哋會透過咩方法去確診你患有癌症。如果你之前未做過檢查，你可能會接受 CT 掃描、超聲波檢查或者一個叫做 CA125嘅血液測試。之後你需要再次預約覆診，同醫生傾下檢查結果。而你嘅檢查結果會由一個叫做多學科團隊嘅醫療團隊去檢視，佢哋會負責你成個治療過程。呢個多學科團隊嘅成員一般會包括婦科癌症專科醫生，可以做化療嘅腫瘤科醫生，幫你睇掃描報告嘅放射科醫生，仲有透過睇組織樣本去確定診斷嘅病理科醫生。團隊裏邊亦都會包括其他專科醫護人員。呢個團隊將會一齊討論邊一種嘅治療方法對你嚟講最適合。第二次醫院覆診。去到第二次醫院覆診，醫生會同你討論檢查結果。如果結果顯示你可能患有卵巢癌，醫療團隊可能會建議你做手術，切除腫瘤之餘，亦都可以幫助確診。而萬一掃描結果顯示癌症已經擴散，醫生可能會建議你先做化療，縮細腫瘤，之後先再做手術，接住再做化療。你嘅醫生會同你講清楚佢建議嘅治療方案有咩好處同風險，包括副作用。你應該會有時間慢慢諗清楚想點樣選擇。你亦都應該會知道有啲咩支援服務可以幫到你。上述呢一啲同醫生嘅討論，有機會會透過電話或者視像會議去進行。喺你診斷嘅任何階段，我哋 Overcome 團隊都會喺度支持你。你可以喺我哋嘅網站 www.overcome.org.uk 揾到支援你嘅資訊。如果你想同我哋嘅支援團隊傾偈，可以打呢個電話0121-647-6638，我哋會安排翻譯員打電話俾你。